出外旅遊咧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感受下當地唔同嘅文化生活，更加重要嘅就係試一啲唔同嘅特色食物啦。喺馬來西亞咧，炸豆腐卜咧係好出名嘅嚇咁啊，好做嘅，將佢反轉嚟炸，所以食起嚟咧就卜卜脆。一般做法咧就係用魚肉嚟去做，咁喺玲瓏西都呢度咧，我哋係用豬肉嚟去整嚇，咁嘅食法又唔同啦嚇。再加啲鹹魚，令到個豆腐卜有豬肉嘅質感，有鹹香味，外脆內嫩。然之後跟住點埋我哋嘅玲瓏辣椒醬，哇係！咁你就知道咩叫做正嘢啊！玲瓏西都魚蛋檔。